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12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历代志下第24章17节到24节，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，第7章第51节到6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义人的死。生离死别这是每一个人所需要去遭遇到的一个人生的阶段啦吼。也好亲像来讲，上帝就互这个好人嘛，互歹人。歹人嘛，必须爱面对人生中间的生离死别，任何的阶段、任何问题，拢可能有，比如生活啦，拄着困境啦，相款，义人嘛面对生死，也是圣经历史中间有记载袂少，上帝仆人嘛拄着为着上帝的公义来牺牲因的性命的代志。历代志下卷24章17节到24节，记载着一个真忠心的祭司亚和亚大死了后，接续的王无法度持守上帝的道路，转往去敬拜阿舍拉女王甲偶像。并因为安尼杀死亚和亚大的囝撒加利亚先知。圣经安尼记载，亚和亚大死了后，犹大正首领来朝见王，王接受因的意见，王就甲正首领放杀上主，因列做上帝的殿，去服侍阿舍拉女神甲偶像。因犯这个罪，上帝一大受气就临到犹大甲耶路撒冷。虽然上主找先知去因遐要带因归往上主，先知甲因警告，毋过因毋听。迄时上帝的神临到祭司亚和亚大的囝撒加利亚，伊徛伫悬的所在，对人民讲：上帝安尼讲。恁是安怎来违背上主的诫命？你到未形同欢迎，因为恁去杀上主，上主嘛去杀恁。因强苗要杀害这个撒加利亚，就照王的命令，伫上主圣殿的埕用石头甲伊钉死。约阿斯王无带念撒加利亚的老爸亚和亚大对伊的温情，害死亚和亚大的囝。撒加利亚死的时讲：愿上主监察伸冤。年尾，叙利亚的军兵就来攻击阿斯，来到伫犹大甲耶路撒冷，杀死人民的首领，将所抢的战利品拢运去大马士革王遐。叙利亚的军兵只有一小队的人，毋过上主互因拍败犹大大军，是因为犹大放杀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才用安尼责罚约阿斯。耶稣基督福音的仆人司提反，伊嘛是初代教会中间非常重要、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。伊照实来宣扬着耶稣基督国活的福音，但是却因为安尼来被杀，成做第一个顺道的使者。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，第7章第1节到51节到60节，安尼讲着。过无偌久，门徒的人数就一直加添，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埋怨遐会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，
因为伫分配日常生活需要顶悬忽略着因的寡妇。十个使徒就调集全体门徒，对因讲：愿将宣讲上帝信息的工作放落去，去管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无合。所以兄弟啊，恁着对恁的中间拣7位有好名声、受圣神充满、阁有智慧的人，愿通任命因办理这个代志。愿要专心伫祈祷甲传道的工作。使徒已经得到全会众的赞成，因就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圣神的人，佮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纳、提文、巴米拿，甲改宗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因互这个人徛伫使徒面前，使徒就为着因祈祷，甲因换手。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，伫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添真济，阁有真济祭司化嘛听叹这个信仰。第7章51节，恁遮尔固执，恁的心耳孔毋听，恁甲恁的祖先相像，不时反抗圣神。倒一个先知无受到恁的祖先迫害？有言迄个公义的仆人来临，遐的人拢互恁害死。当恁正做出卖，佮害死迄位仆人的人。恁是对天使领受上帝律法的人，竟然无遵守。因听见司提反这的话，就非常生气，对伊加牙切去。毋过司提反互圣神充满，抬头看天，看见上帝的荣光，嘛看到耶稣徛伫上帝的正边。伊讲：恁看，我看见天开，人子伫上帝的正边，众人耳孔大声喊，做伙ฮ็伊去，甲伊拖出去城外，用石头甲伊钉。遐众人将家己的外衫交互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顾，因用石头钉司提反的时，司提反求叫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伊佫跪落去，大声喊讲：主啊，毋通将这个罪归互因。伊讲了就死。诗篇148篇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恁对天顶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学乐伊，伊的正使者，恁着称赞伊；伊的正天君啊，恁着学乐伊；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神啊，恁着学乐伊；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学乐伊。这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造就。伊将这个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迁。伊定规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深海，死那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狂风。恁着称赞上主，所有的大山、小山、果子树甲碧香树，拢所有的野兽甲精生、虫炭甲飞鸟，恁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、贵族甲统治者、少年人甲在俗女、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恁遮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。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，伊的荣光盘过天甲地，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伊圣的子民拢称作伊，称赞伊，
就是遐个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主爱主帮助咱，愿会通有坚定的信心，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命令。无论拄着任何的问题、困难，拢愿意坚守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